大家好啊，我係史提宅急便嘅史提啊，今日咧又有靚嘢介紹俾大家啦。今次帶大家嚟睇咧就係呢個中坎角道50號啦，係獨立門牌嚟㗎，仲有自己嘅保安室。前庭花園夠晒闊落。今次呢間大屋實用面積大約6364尺。樓底都有成14尺高㗎，全落地玻璃，透光率極高。花園總面積合計都差唔多有4905尺㗎，有山又有海，佢真係獨立屋嚟㗎。單位仲有私人電梯，而家都幾罕有。2樓一出 lift 呢，就係全層主人房，係啊，係全層主人房啊，你冇聽錯。個浴室都係勁大。雙人蒸汽淋浴區，仲有呢個私人桑拿房，同埋呢個私人健身室。落嚟1樓呢，有呢個家庭偏廳啦。然後就係第2間套房啦。睇埋第3間房，帶你哋睇埋個停車場先。因為單位都有配備2個車位，睇完個車位就睇埋個天台啦。天台整咗呢個無邊際泳池，可以望住個大海游水㗎。今集嘅介紹係咁多啦，如果想睇多啲靚樓，記得 follow 我史提宅急便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